名维吾尔医生的亲属称，他因亲人在美国活动而被中国判处20年监禁，美国呼吁中国将其释放。古利希·阿巴斯的女儿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组织的一场报告会上说，他的家人最近了解到他与去年3月被判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此前他于2018年9月失联。古利希·阿巴斯的姐姐罗夏·阿巴斯说，这些指控是由于他和他的弟弟里沙特·阿巴斯在美国参与的权利运动。在一条推文中，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说，中国必须释放古利希·阿巴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强制消失、拘押和严厉刑罚，证明了发声反对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府会承受怎样的后果。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乔治·麦格文称，这种惩罚无辜亲属的做法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他说，这只是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大规模破坏的一部分，有多于180万维吾尔人正处于拘留营、强制劳动和其他虐待之中。今天是1月1日，是东突厥3集中营受害者的亲属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的抗议活动的第11天。这一群青年于12月18日开始抗议示威，他们的家人关押在中国监狱或集中营中，他们想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获取有关家人的信息。集中营受害者家属在中国领事馆前的活动引起了土耳其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新闻记者、宗教领袖和政党代表前往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参加活动，以此表示他们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破坏。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收到未核实的情报消息，指称中国出钱让阿富汗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袭击美国军人。这份由川普政府解密的情报是在12月17日的总统每日简报会上，由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口头通报给川普。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新闻网站前一天报道的解密情报的细节。据阿克西斯欧报道，该情报被包括在12月17日的总统情报简报之中。特朗普就此事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欧布莱恩的口头汇报。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一份刊物称，中国已发现首例输入型变种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该变种病毒在英国迅速传播。据最新一期中国疾控中心周刊报道，在对一名从英国回国的23岁女学生进行检测时，发现了该变种冠状病毒。检测是12月14日在上海进行的。中国病毒在英国出现传染力更强的变种后，已有多个国家对英国实施滤镜和限制措施。美国苹果公司周四从苹果中国商店移除了3.9万个游戏应用软件，赶在年内最后一天清除没有在年底前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应用。研究公司七脉数据指出，苹果中国商店当天一共移除了4.6万个应用。商店的前1500个付费游戏中，仅有74个幸存。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苹果公司本月要求付费游戏和含有内购内容的游戏开发商在年底前提高获得了政府许可证的证据，而大多数开发商无法获得许可。